来，即卖即个疫情遮尔啊严重，快筛剂已经是家中的必需品咯。政府推出着快筛的实名制，甲民众讲会员充足，免紧张。但是事实是，民众买无就是买无，真侪人是买甲气身落命。今仔日有即个连锁的大卖场来卖自费的快筛试剂，早起的10点开门，8点外就真侪人去排队。啊，讲针对这个快筛之乱，总统蔡英文二昨民进党的中常会嘛特别关心。2盒1盒2盒，好的。一号早来排队，有的是一个人来，有的搁某一个囡仔，大家拢是要等10点要来抢快筛试剂。8点就来等他开门，他9点就开了嘛，他们就进来排啊。10点开卖，所以才在楼下8点多就到楼下等。两早来排队，因为去药局想要买实名制快筛，全部拢买袂到。哦，不知道要去哪里买，每天都在问说哪里可以买到快筛，人家就说啊哪里有，赶快去，去了就没了。我连续跑了应该说10几家吧，然后早上7点多就去排，然后排到最后就是都售完了。他说量虽然是很充足，可是我跑了20几家都买不到啊。对啊，感觉有点被骗的感觉。原摊真正买袂到，即马大卖场嘛开始卖，会员敢若有变济。不过对最近爆发的快筛之乱，听讲4号民进党中常会总统蔡英文特别关心，爱相关的行政部门赶紧解决。但是中指套早嘛做出回应。对，总统一直在快筛上面有表达他关心了哈，他也希望说在市场能够有一定量，而且是比较方便来购买的这样的一个快筛。随着全台湾本土确诊的人数一直增加，快筛变做家庭的常备品。讲好的快筛实名制会员有够免紧张，不过民众需要是买袂到。政府厂商安全协调是续落来政府的重要课题。嗨，我是映彤，记得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哦，站起来！